食啥物啊？阴暗哦，阿嬷要来煮一个古早味的，叫做挂猪仔饭，啊嘛做挂菜饭。看了，开始油爱先放落，这羹爱互伊烧吼。开始挂菜爱先炒一下，互伊出水出来，吼。啊无伊足够出水的，煮饭水会歹洒，知无？啊，放落，吼。阿嬷，迄挂菜饭就讲挂菜饭，为虾米要讲挂猪仔饭啊？囡仔，你拢毋知，迄较早吼，阿嬷伫迄个农家，哟，咱吼若是猪仔要生成吼，啊，都爱请人来甲咱挂猪仔。啊，咱无请人诶，拢嘛是厝边隔壁安尼人讲，徛厝爱好厝边，做田爱好田边，拢嘛是好田边诶人来甲咱帮忙斗歌，啊，若因大人，咱才甲伊挂。先炒家翕一个，啊，互伊水走出来，啊，较疼啊，才夹做伙，好，知无？毋通炒伤久哦，敢若炒互伊漏落，安尼就好啊。足香有无？挂菜味足香有无？人来挂，咱都爱煮较澎湃互食，一工爱食5顿。啥物啊？伊一工食5顿，啊伊是安怎食的啊？啊，着点心正顿啊，3顿吼，就是安怎呢？早起顿、中昼顿、暗顿，迄2顿着点心嘛。啊，一定爱食挂菜饭哦。是无一定啦。可是吼，若是3顿吼，咱着爱用较澎湃。啊，若是迄2顿点心吼，啊，就是毋是米菜肉，啊，着咸糜、高丽菜饭，也是挂菜饭。有香无？啊，即摆过来，啊，着爱放油，吼，油爱多一点，因为有饭嘛。红葱仔头，先下去爆香，啊，过来蒜米，这蒜米吼，就是这足细尾的虾仔去白，大虾仔去白，伊叫做蒜米，甲米共款大粒，啊，所以这个虾仔叫做蒜米。我要烤到去。冰的呢？好食。挂菜饭吼，一定这个汤头爱欠互伊一口。胡椒，嘿，好，放落去吗？放落去，过来，味道。香了，汤滚滚，酱油，好。这罐，这罐吗？嘿，这。嘿，酱油吼，爱来呛汤，酱油汤啦。啊，袂使真多哦。安尼就好。放进去。嘿。
过来米加重要爱来炒，吼，米爱炒哦。迄农家是偌艰苦咧，阿嬷甲你讲，一粒米啊都爱捡起来。若讲一粒米是100粒汗，一粒饭粒都袂当拍算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安尼吼，无够甜，盐爱放一点点。我去摕盐。盐加。因为咱今仔日要煮是5块米，吼，这盐差不多爱2匙。好。好。你看，阿妈即在甲你讲，这个爱炒过，就是伊会生水出来，这个水爱家倒出来。头那么多水出来，啊无咱较常煮落，饭会先烂。这个食较早吼，这挂伫我饭吼，啊若要去煮个师傅食，咱爱用迄甜炒，煮足济啊吼，啊我的妈妈拢全放咧，去互师傅食。啊，点心食挂菜都袂伤济吗？袂啊，因为吼，伊拢咧做工课吼，咱赶快出头标的。妈，记得阿妈对吧？咱拄只阿嬷吼，因为恁袂晓做，阿嬷家做好好，搁家己就是爱安尼5块米、5块水，好。啊家己煮落去。即嘛吼，即嘛砍起来，啊火剩较细咧，火剩中火就好，差不多爱焖20分20分。 ，20分啊就 OK。来咱食饭啊。对，啊起来的时阵吼，这菜脯才甲伊撒在面顶，真好食。吃咯。食饭啦！饭公公啊！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后摆是换你煮阿嬷食嘞。好，乖孙。是哦。